大家好啊，我係 Scott Yang 啊，史國啦。今日我哋係呢個聯賽杯嘅第15週嘅賽事 Typhoons 對 CSA， 咁啊比賽咧就即將要開始噶啦。Typhoons 對 CSA 係今日第12週最後一場嘅賽事嚟噶啦。3至15分鐘一節嘅比賽剛啱已經開始咗啦。CSA 咧就頭先剛啱已經打咗一場。咁就係對呢個 short hockey 咁嘅大勝，我印象中係9-0啊！咁接住連續打第二場，咁呢啲剛打嘅後生仔咧，絕對冇問題啊！而 Typhoons 咧就今日第一場嘅比賽嚟嘅。上週咧就 Typhoons 辛苦啊，就打咗2場嘅。咁而陣間有時間咧就空檔咧就同大家講翻上週嘅呢個賽果啦。咁而排名咁呢邊咧，個 CSA 6面前咧有一個嘅射門嘅機會。個颱風隊咧就守門員啊，應該有31個 P.P. 嚟嘅。咁基正啦，都冇打翻出嚟。而 CSA 嘅龍門咧都係佢㗎啦，就係K1啊，連續打第2場嘅賽事。咁對於守龍門可能嚟講就影響會大過前面嗰班嘅球員嘅。呢邊 CSA 又攞到一個急停啊，俾對面球員咧就係彈翻出嚟。明顯地見到呢個 Typhoons 同埋頭先嘅 Shorty 咧，兩支球隊就好唔同啦。龍門前有機會啊！呢一邊球證嘅試話入波，咁就龍門咧就瞓低咗嘅個波咧，就似乎呢邊睇咧就喺龍門嘅兩腳中間。咁就因為龍門就由於冇吸實個波咧，就俾對面嘅球員咧就擠入咗，咁啊球證咧就視係一個有效嘅入球。個颱風隊咧就率先領先啊1-0係現時嘅比數，呢個 CSA 咧係率先領先啊1-0啦係現時嘅比數。望一望3咧就係頭先嘅呢個入球，咁龍門咧就跪低咗㗎啦，個波又出現咗咧係喺唔應該出現嘅地方。咁龍門由於已經係瞓咗身嘅，咁對面只係需要咧就係輕輕中個波拍入嘅，就可以入波係1-0嘅 CSA 同第一節嘅初段咧係先行入波。颱風隊將個波喺龍門後邊咧係帶上嚟啊！呢一邊咧大棍打上前邊，咁啊應該就係埃城㗎啦。咁你見到前邊就一路轉入波，應該就27號嘅中國。有23號先啱嘅Andre Chan嚟嘅，應該就邊個先啱咧？總之兩個都喺度，是第一個啦。咁就搏命咧就係追，咁呢啲好嘅，呢啲係好嘅習慣嚟嘅。見到個波打咗上去前場咧，有理冇理都好，追唔追到都好，盡咗力咧係湧埋去先。颱風嘅飛索將個波係猜咗打咗出嚟中場，波就一彈就遠遠彈咗個對面嗰度門。哇！仲要勞煩到咧就係 Kira 咧，就用個搞手將個波壓住咗，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勤力波咧，颱風隊咧就逼到響前場一個嘅飛索。第一節剩翻就打咗3分鐘啦，4分鐘啦，咁就速度咧係明顯比剛才嗰場對 Short Hockey 咧係要快嘅，咁但係咧 Short Hockey 咧呢個 CSA 響前場攞到波，咁啊守門員咧出嚟大棍諗住打咗個波，就點知就打到去對面嘅身上邊。哇！呢一場比賽精彩啊！精彩除咗係場上面嘅球員之外咧，我身後嘅家長們咧仲精彩啊！一浪接一浪嘅驚呼聲咧，真係非常之令到呢場比賽嘅氣氛係更加熱鬧啊！睇波就係咁樣樣㗎啦，有啲即係就算打波都好嘅。哎呀！呢啲龍門前面，龍門用隻手嘅伸尾盡擋翻出嚟，再喺龍門前執翻個 rebound， 一連串嘅射波，守門員再擋翻出嚟，再射都係唔入啊！哇！排山倒海嘅射門，都係咧射唔過呢個颱風嘅嚴嘅防守啊！咁啊唔係淨係守門員嘅功勞嚟嘅，兩個嘅防守球員咧都係咧做得非常之好。剛啱就有一個近距離響個飛沙點度射波，守門員咧再一次係 keep 到將個波係擋翻出嚟。哇！不得了啊！剛啱一連串嘅攻勢，咁就啱啱剛就係颱風嘅呢個堅強嘅強橫嘅防守啊，頑強嘅防守啊，令到咧現時嘅比數都只係一球嘅落差啫。颱風隊喺龍門附近咧係對龍門附近攞到呢個控球，
猜翻後大棍起手射，咁啊將對方支棍咧直情射出嚟添。咁啊球證就追停比賽，因為守門員啊基拉莫咧係撳停咗個波。咁望一望頭先嗰一連串嘅攻勢，即係我哋就撳唔切全部嘅呢一個嘅C群嘅呢個組合，咁但係就都起碼咧就略見一見守門員又落又上又落又上，咁啊就屢次咧就係救到呢一支嘅射波。台風隊喺呢個自己藍線啊，武南咧就差少少咧，就係可以影到個波上去嘅，甩咗波。咁啊好彩自己隊友咧喺龍門附近嘅位置咧，係攔截翻呢個 CSA 嘅控球咧，係攞翻出嚟。咁啊節奏相當明快嘅一場比賽嚟嘅，仍然係佢啊73冇人武南啊，浩南哥咧將個波帶到龍門後邊，仍然係佢啊龍門前面咧有兩位嘅隊友嘅 Wilson 都走埋上嚟 ，Wilson 上到嚟攞到波嘅啦，龍門前面都有自己隊友接應㗎，猜翻過嚟後邊先。透過咗第一個都係上唔到兩個白色衫嘅埋嚟招呼佢，結果咧就將個波咧係沿住圍板打到過嚟右手邊嘅位置。咪有球員就似乎就被掟咗埋板嘅，咁我呢邊見唔到球證舉手啊，應該都冇吹罰嘅啦。咁大家都冇投訴咁啊算啦。咁呢邊 CSA 咧就中央自己後防區攞到波啦，將個波係猜上嚟先10個 Daniel Tong。咁但係波一過藍線就俾對面係攔截到啦。兩個白色衫就夾埋嚟，夾硬就夾咗個波出嚟，咁但係咧就藍色衫嘅台風隊都唔試嘅喎，呢邊攞到波啦，一個遠射咧射橫咗啊，射波7號嗰度射通嚟嘅後面一埋嘅加上全部都就哇咁樣，我都感受到啊，的確咧係相當之近確嘅射門嘅。呢邊響中場有球員似乎係被推脫咗，但係兩個球證都冇話有人犯規嘅，結果波咧就落咗去呢個前場。CSA 仍然係喺前場保持住控球，但係都係甩咗啦。台風隊剛啱呢3-4分鐘打得非常之亮眼啊！再有機會喺右手邊咧係攞到個波上嚟啦。81號嘅 Kaden Yuen，呢個咪 Kaden Yuen嚟啊，冇錯 ，Kaden Yuen 一路上到嚟射到波嘅波就落翻呢個 CSA 嘅棍上面，又來又有往 CSA 將個波喺右路帶到上嚟，龍門前面有人嘅，台風就話唔緊要，我一兩咧係控住嘅，落到底線喂翻個波出嚟，唔係啊，自己射先係真嘅，邊個攞到個波啊？哇，聽下先。唉，後邊嗰啲一呼一聲就知道啦。呢場波明顯地台風嘅家長咧，喺我後邊係多啲嘅，我小心啲先。咁但係咧，就真係講得非常之一個走手鬧埋嚟咧，完全咧連呢壇都唔漏出嚟。咁但冇辦法㗎，要輸個 face off 嘅。咁睇下咧，就自己又攞唔攞到啦。台風隊10號溫青攞到 face off 嘅，沿住圍板打上嚟，力度夠唔夠出到中場咧？唔夠。俾 CSA 就撈翻上嚟先，呢邊有22號嘅 Elan Tong，但係就台風隊唔緊要啊，反手將個剔高打翻出嚟中場先啦。邊個夠快去到龍門口？好彩咧，有呢一個嘅台風17號嘅文希啊，文希咧就篤走咗個波咧，順勢咧就隻手就似乎有啲動作，就推倒對面嘅球員。咁個龍門框咧就甩咗出嚟啦。球證就似乎就冇表示話有人犯規喎，咁啊只係話咧就飛波會出翻中場區嘅啫。咁啊當啱啲10分8分鐘嘅比賽好緊湊啊，因為兩邊真係會有攻守，非常好睇一場比賽嚟嘅。謝麗娟喺右路一路揾唔到人啊，咁但係就俾對面嘅球員咧就一路係咁揾支棍咧就掃埋嚟。咁就 CSA 都要小心啊！就拍大力多啲嘅話咧，有機會係 Station 㗎。呢邊一個長傳笠埋你，龍門前面咧就 Kaden 喺度 ，Kaden 用雙手嚟攞住支棍，就將對方係推咗埋板邊，球證唔吹啊，咁啊當然就冇罰㗎啦。我覺得咧就呢個嘅 borderline 偷得嘅嘢嚟㗎啦。咁啊雙方就即係緊湊之餘咧就緊嘅咧就唔好咧就係令主球隊咧就係落入呢個 penalty kill 嘅呢個陷阱啊！你要將自己嘅情緒就好好控制，因為後門前面咧剛啱再有一球射球嘅呢個 CSA 嘅守門員咧，亦都咧係非常之出色嘅表現嘅 Kayla Moore。台風隊將個波係沿住藍線右邊啊交到過嚟左邊，上到前場自己係攞唔翻個波就落翻 CSA 嘅陣上邊，1-0先係現時呢套白色衫嘅 CSA 係領先緊嘅。第一節剩翻5分零6分鐘左右嘅時間 ，CSA 喺龍門後邊攞到波。波就猜到過嚟嘅，再猜翻還過嚟有冇咧？有啊，仍然係有 CSA 嘅10號 Daniel Tong，再中好打上嚟，自己隊友攞翻，橫傳過嚟，起手射波啊，攞個遠嘅，3個遠擋到 Wilson Tong 咧係個波就彈到啊 Wilson，個波彈完落去 Wilson 之後咧，
又咁啱咧，就嚟翻阿 Keith 嘅手套嗰度喎。咁呢下咧就真係唔單止我後邊啲觀眾，我自己嘅心都嚟一嚟。CSA 響呢個藍線仲有攞到波13號嘅球員，將個送落去 PX 波人嚟㗎，卡落底線，咁啊轉下啱咧就圍住圍板就交到嚟右手邊啦，再落底線係 Adrian 鋒啊 ，Adrian 鋒交俾你 Block 一個遠射，攞到前面貼到嘅波咧彈咗龍門後邊。呢邊颱風隊冇 Keith Chan 嘗試咧係做呢個防守啊，一堆球員湧快落嚟板邊㗎啦，5個人一齊咧就係咁督，球證係中吹停比賽，冇手舉起身就應該就冇吹罰㗎啦。咁但係第一節咧就非常之係引人入勝啊！嗰個波咧有推撞啦，亦都有速度、有力度、有攻守，亦都有守門員精彩嘅撲救。face off 響呢個嘅颱風嘅風嗰度進行，呢個颱風喺中場偷到波，2打1嘅機會，一個推擠交過嚟，再射，呢下就冇啦。咁始終就太過落底線先至做呢個傳球啦。呢邊就冇 CSA 一個打3個，其他人好快都埋晒位嘅，一個射波似乎係中柱嘅，波佢嚟到龍門口，龍門擋到個波，響龍門前一堆球員，大家就推咗2下就冇啦。咁都值得讚嘅，都叫做有啲體育風範。關於體育風範咧，就好耐之前曾幾何時就叫體育精神啊。咁而家就開始好多人叫體育風範。第一次剩翻3分鐘唔夠 ，CSA 喺對面龍門口交到嚟中間，起手射啦，咁射橫咗嘅。CSA 仍然係有控球啊。Kenji 交過嚟，咁交失波啊！呢邊颱風隊攞到波大棍打上去，咁打早咗少少喎，艾成啊！過紅線先打咧就會好啲啲嘅。咁原本就諗住換人，就結果因為艾成嘅關係咧就唔可以換啦，咁入咗去個 bench 都要出翻嚟。留意一樣嘢喎，颱風今日有樣好勁，睇個 bench，你睇唔到就係對唔住。我呢邊睇過去咧，成個 bench 係爆咗嘅。就後備嘅人數咧，我呢度數落去就齋係坐喺後備席嗰度啊，2條 full line。咁你睇翻 CSA 就得1條 full line 坐喺度嘅啫，教練又唔打得。咁而加上 CSA 頭先剛啱就已經打咗場波㗎啦。咁雖然我話後生仔冇乜所謂啫，呢下射得靚㗎，咁守門都擋得好靚。今次靚咧就唔係淨係我後邊班媽媽話靚。即係啲媽媽話之前，我仲聽到啲爸爸喎一聲，你聽到啲爸爸出聲咧，就知道係好嘢嚟㗎啦。咁見到咧，今日阿 Keith 咧就嗰球真係救得好啦 ，pinpoint 咧叫做是係一舉起手就已經知道個波去咗邊個位。咁呢個又證明佢完全係在動㗎。呢啲颱風有好單刀嘅機會，令個波又彈得遠咗少少，個波彈咗龍門後邊嘅圍板，再彈翻出嚟攞到㗎啦。咁但係咧就對面回防嘅速度都快。要實通喺龍門後邊攞到波，生日禮物啊！知道恭喜發財啊！唔知邊個生日啦，祝你生日快樂啦！無 whoever you are，生日快樂啦！要成日大棍打上前場，攞到波打得好定，攞得好定，再交到上嚟啦！技術真係有啊！呢隊颱風隊真係好睇，攤咗喺度埋門嗰份金嘅仲未見到咁解嘅啫。左前場 Wilson 反手將個波踢翻埋去，力度剛剛好，起手啦喂，交個遠彩啊！波道人都喺度啊，就可惜咧就啱啱起手嗰下就心急咗啲咁多，均就快過個波，佢沿住圍板3個白色嘅點都射到出嚟嘅掛夾到㗎，咁波彈翻上嚟中場，踢咗個波打落底線先，登人 chase 自己，唔係 chase 喎，原來係大家都要換人。見咗就變相就呢個颱風嘅控球啦，呢邊好靚啊，撈到個波，靚煙嚟㗎，咩都反手將個攬住就響龍門後邊兜咗底㗎啦，咁過到嚟左手邊再拍翻過嚟俾自己嘅隊友。龍門前面咧就佢同 CSA 打法有啲唔同啊 ，CSA 打法就龍門前面凍企咗人喺處嘅，颱風咧就響龍門前面係咁左右兩邊飛啊，咁就比較少係企定定喺龍門前面等波。
然之後係飛到去遠處冇人 mark 咧，就企喺遠處嗰位就偷雞嘅諗住。咁但係暫時嚟到依家個波都仲未交到位嘅啫，只係羅望處都有啦，起手再石冇啊！可惜啊，剩翻11秒鐘左右嘅第一節，仍然係1-0。哎呀，呢下咧差啲自己擺個大烏龍啊！龍門前差5秒鐘就捱完噶啦。見到第一節嚟到呢度，大鐘就響起啦，1-0係現時嘅比數。後面嘅家長同埋觀眾，仲有保安全部都一齊就拍晒手掌啦，亦都係相當精彩。第一節1-0，我唔得，我要飲啖嘢唞唞先，翻嚟我哋睇埋第二節嘅比賽。之後咧，第二節就開始咗啦。第一節咧就大家真係哇，呢邊太過有機會啦！哎呀，守門似乎擋到啊，波就彈咗落門後邊。第二節一開波，我乜都未講得切咧，就嚟個哇咁驚險嘅冷箭放出嚟，真係大家都估唔到啊！唯一咧就係守門員嘅 K1 摩咧就冇俾佢嚇親啊。呢邊咧就CSA再有即刻有機會就射埋嚟，咁似乎係射橫咗啲咁多。呢一個遠射響呢個飛索點射波嘅守門員擋到仲鬧實添啊！但係經過非常之緊湊嘅第一節之後咧，就而家大家都非常之期待第二節嘅開始啊！亦都咧係不負眾望啊！第二節30秒都唔夠咧，就有一次嘅射門。暫時嚟睇咧，都呢場比賽啊非常之精彩，亦都咧係一球落差嘅啫。絕對係而家睇下5波。CSA 喺前場咧就攞到個控球嘅，但係一路都未有好實在嘅咧係掌握到個攻勢權，咁結果咧都係俾呢個台中係攞到打上嚟咧就交唔到骨。咁呢邊咧有 CSA 嘅21號球員咧就係將個波兜翻轉頭街波嚟嘅，咁打上前場要啲守門員都要擋一擋先。颱風揾到空位啦，交左邊，咁見中間都冇乜位就自己去啦，咁過埋藍線，再橫傳過嚟，攞到波埋到角位㗎啦，揸嗰度射，守門員擋到。雖然個角度就窄咗啲，咁但係呢個意識咧就相當之良好嘅。咁自己揾到位，亦都冇乜信心可以做到波嘅時候咧，就有你射咗埋龍門口先啦，就永遠都唔會錯嘅。一係就唔入，一係就咁嘅啫嘛，係咪先？仍然係第二節嘅比賽啊，1-0啊，白色衫嘅 CSA 就贏緊一球，波就大個打上嚟㗎啦。CSA 喺龍門後面攞翻波，但係旁邊嘅兩個藍色衫嘅迷擁佢喎，佢夾唔夾到個波出嚟咧？夾到啊！喺龍門後邊，而家夾到波啦，要出翻個波翻嚟先，反手就連續嚟反打過嚟。CSA 接住個波喺前場，一警上，守門員擋到，再反方向咧，守門員再線翻埋嚟。咁啊，守門員嘅反應就非常之靈敏啦。呢下咧就撲埋嚟，守門員先咧係線咗埋佢自己右手邊，再擋埋呢一個傳中嘅呢個交波。
好難想像咧，就大家兩邊都攻得咁頻密咧，就而家暫時只係1-0嘅啫。咁當然就要歸功到兩位嘅守門員啦。咁好啦，門後邊嘅圍板嘅爭奪，咁大家開始都有少少動作多啲咧，係食身位噶啦。咁就希望咧就係球證能夠咧係可以好好地控制到冰面上邊球員嘅情緒。咁呢個時候咧就大家就群一苦啦。咁冰面上面先有呢個叻加就跌咗落嚟，跟住亦都咧有 CSA 球員係冇得離場。見到個颱風有個大好機會啦，2分鐘嘅 power play。CSA 被佢離場93號 Kenny Low 嘅2分鐘，我冇睇錯，應該就係 body check 嚟嘅。颱風隊唔止 bench 嘅人多，龍門仲有2個添啊！一個遠射，守門員擋到，守門員擋完之後唔係好知個波去咗邊啊！咁但係就夾住咗2個中間，就冇過咗環，冇過咗呢個底線，中呢個龍門線嘅。所以就只係1-0嘅啫。咁但係就呢個 power play 咧，颱風一攞到波就已經起手射波啦，咁啊都相當之嘅積極進取嘅攻勢。CSA 攞到波亦都咧係好穩陣啊，大棍打走啊！Wilson 用面空定咗就留翻個波俾阿 Wilson 啦。而家呢個石膠波咧就碰到對面嘅呢波球食腳嘅，咁就膠波唔得，都係自己帶啦，自己帶到上嚟，去到呢個爭球圈嗰度咧就急停褪翻過嚟俾對面撈到波。哇！呢波球喺前面對住龍門咧貼夫嘅大棍打上嚟，撐啲嘅大烏龍啦。呢邊波咧輾轉落到Wilson嘅棍上邊。嘗試咧喺對方棍底咧就係交個波出去俾自己隊友，但係咧都係碰到棍入。拋起剩翻50秒左右嘅時間，3個藍色衫喺龍門後邊有啲危險啊！3個接到咁上前邊，咁啊後邊就當然冇人防守噶啦。CSA 呢邊有單刀機會啦，嚟到龍門口反手有啦！呢個 power play 颱風辣得太上啦，3個前鋒咧都係喺龍門框嘅後面。咁啊，變咗對面咧，你3個夾人哋1個，咁啊結果咧就俾對面有機可乘。咁呢一個反手，你睇一猜個踢高，咁啊成日就2-0。時間都仲有嘅第2節啊，仲有9分鐘，颱風隊咧一路都係繼續係嘗試咧係想要入波，呢邊交翻過嚟一個遠射地波，啱咧就射橫咗啲咁多嘅啫。颱風仍然喺前場保持住控球，咁啊相當之犀利啊！其實能夠喺 CSA 嘅防守之下咧，喺前場保持住咁耐嘅控球咧都唔係簡單。CSA 趁呢個時候都係換人。咁呢邊咧有冇埃城咧？嗱，追到嘅颱風隊，所以咧就直球與球證結果都係咧係吹咗埃城嘅，應該都係好緊嘅一個波啦。對住剩翻8分零鐘、8分半鐘左右嘅時間，白色衫嘅 CSA 仍然係領先緊2球，咁但係就喺呢一場比賽颱風嘅打落去咧。就絕對係波嚟嘅形體，咁你仲要計埋咧，就係呢一個 CSA 去到第3節會唔會有體力嘅下降嘅問題咧？始終就 bench 嘅人少啲啦，頭先啱啱打完1場啦，咁就你知道 CSA 實力係高嘅，但實力嘅強能唔能夠彌補到呢個體能嘅下降咧？我哋要拭目以待啦。咁呢邊 CSA 又將喺中場咧係偷到個波上嚟前場，又攞到波，咁反手將個出嚟射波，哇！守門員呢下救得靚啊！咁跪橫咗一個爪手咧，撈翻個波上嚟。CSA
飛索就攞到㗎啦，咁啊猜翻落嚟藍線先交還，再掃翻落去底線先，落到底線，龍門前面有人接應啦，交還交翻上嚟傳中，第一時間起手射波就22號嘅球員啊 Aiden Tom 啊，咁啊守門員咧就亦都將波攞翻出嚟 ，CSA 仍然喺前場保持住控球嘅2-0係領先緊啦，第二節剩翻7分鐘左右嘅時間。再傳到起手射啦，今次射橫咗，守門手套咧都係撈到啲多嘅。波咧就一彈翻出嚟，咁啊其實頭先嘅兩下嘅救波咧都係非常之驚險嘅。CSA喺前場又攞到波啦，喺藍線前面交翻個波去左邊底線先，一個遠射半交半射，哎呀入埋3-0，咁啊喺第二節剩翻6分鐘嘅呢一個時間點咧，就 CSA 入埋咧係第3球。咁去到龍門前邊個波咧，又啱到嗰一下。守門擋咗第一下，咁但係咧就係俾前面應該就係中鋒嚟嘅，佢執咗個雞，咁啊射翻頭，啱啱咧守門員腳趾尖同埋龍門柱中間咧有我諗一個波位咧，就係嗰個波位咧就俾呢啲人咧就將波送咗網裏邊啦。呢邊頭鋒就有機會啦，去到一個好有力嘅射波位置，哎呀可惜啊，而家啱射橫咗啲咁多嘅啫。呢邊張鋒1個對3個啊，佢自己控埋嚟都係過唔到噶啦。咁啊見到咧就係颱風隊嘅回防速度十分快啦。咁啊見到速度咁快就係佢嘅7號嘅Wilson Rosa， 好輕巧嘅將波猜過嚟左邊，大棍打落底線。97號添青。冷穿半射半交㗎啦，咁啊守門都嗨到㗎噃 ，Wilson 再轉真係將佢打翻落去底線先，咁啊似乎就啱啱落呢個 CSA 入面第3球咧，颱風嗰部氣咧就蝕咗啲咁多，但係 CSA 越打越勇，啱啱咧就吸埋嚟龍門口呢一下咧，守門仲緊咧係執翻個波出嚟。咁呢邊咧就輪到 CSA 去到龍門後邊啦。剛啱就係呢一個橫向級，啱啱守門員一個撲車咧，就將個波係撲翻出嚟。咁如果唔係就俾對面拉橫咗個波咧，守門就好難係咁短時間咧係可以 cover 到咁多位嘅。呢邊守門員就擋到另外一個入球，一個險球啊！個龍門前面大家又開始推撞啦，咁但係就推咗2下啫，咁都 OK 嘅。呢一球波交得好靚㗎，咁啊再射，咁啊其實啱啱但係守門員啱啱用呢個手套咧係吸實嘅啫，啱啱深度上先溝得到，避免咗咧就係第4個入球。咁但係啱啱講到 CSA 入面第3球之後咧，颱風似乎嗰部氣真係蝕咗，咁而 CSA 亦都就可能入完之後咧就士氣大增，咁響剛啱呢1-2分鐘都撳住呢個颱風隊嚟打。呢個颱風隊就首先要渡過咗呢個難關先，捱過咗咧就自然可以做進攻啦。將個波出嚟中場㗎啦，咁但係過唔到紅線，對面攞翻呢邊有機會幫。Daniel Tong 先啱再將咁打上前場，颱風攞翻，哎呀喺龍門後邊咧，就自己係大失波。颱風 Andre Chan 咧就將個波嘗試打翻出去中場區。咁結果咧，終於都揾到機會啦！4個打2個嘅機會，交翻後邊，落底線，橫傳，結果都係冇辦法可以起到手射到㗎。咁個波咧橫傳傳中之際咧 ，Kevin Mock 分啲棍出嚟咧，
就踢一踢高咗個波。呢邊同你 CSA 你有攻勢，你響左路留翻俾呢 Blockhouse。呢邊咧就係烏龍波啊，台風自己諗住反手咧就係向後交，一交就交翻俾呢 Blockhouse。Blockhouse 就將個波係打翻落去底線，落翻去遠處嘅位置。呢邊同你 CSA 自己又打個烏龍，諗住橫傳咧就俾翻你呢張風咁俾對面夾到。咁但係夾到呢個波嘅落點唔係好理想嘅，自己又攞唔翻。個中場嘅運戰終於都結束，咁 CSA 咧喺前場攞到呢個控球響右路，1、2、3、4、4嘅球員夾住個波。咁啊 CSA 出唔出都出唔到啊！咁啊台風又攞翻波啦，咁但係金近出嚟再交波啦，哎呀可能喺中場區嘅爭球點嗰度咧，就兩個球員就撞埋一齊，球證冇表示啊，我呢邊都覺得冇問題嘅。CSA 全攻。咁啊，守門員都有猜到少少，咁而家咧颱風隊又有機會第二節剩1分半鐘左右嘅時間，落後緊3球，食粥食飯就睇下呢一隊入唔入到波噶啦。呢邊 CSA 又想喺中間係入切，但係遇到3個白藍色衫嘅咧係做防守，結果都係入唔到嘅。呢邊再嚟嘅鐵桶一般嘅防守，終於翻嚟啦。颱風隊喺自己嘅龍門呢個藍線咧攞到波，再做個波上嚟，咁但係咧就第二節嘅呢一幾分鐘嘅颱風隊咧喺自己嘅防守區攞到波。第一個 pass 做出去都唔係真係咁靚，咁啊結果咧就每一次攞到波咧，再將嗰傳上嚟咧就變咗做 turnover。CSA 又攞到波啦，冇乜人睇嘅情況之下，仲個遠射碰到棍波，彈咗龍門後邊，剩翻1分鐘嘅第二節，龍門後邊藍色衫嘅颱風隊終於攞到波啦，沿住圍板打上嚟，自己有攞唔到波，結果都係咧波彈咗上前場，波就上到去啦，人就未上到。但唔緊要啊，勤力咧都可以講補救到好多嘢嘅。你睇下呢啲 possession 幾勤力，3個一齊擁埋你。其實剛啱呢幾分鐘咧就唔見咗，就係呢一種嘅拼勁啦。而家似乎喺颱風隊呢一種拼勁翻嚟啊，應該場波跟住打落去咧都應該有翻啲睇頭先至啱嘅。颱風隊喺前場咁，但係又一個就對住3個，但係咧就調翻轉頭嘅 CSA 啲清波都係有啲求其喎。呢邊入到埋你啦，龍門口，哎呀兩個射波都冇辦法可以射入啦。呢邊 CSA 有單波機會，剩翻最後5秒，起手射波擋到個波彈翻出嚟，剩翻最後1秒夠鐘啊！第二節打完 CSA 3-0，暫時領先緊。翻嚟我哋會再睇埋第3節嘅比賽。Mega Box 嘅現場，我哋喺16個 Mega Ice 冰場，而家睇緊嘅即係第12週嘅中國香港冰球總會嘅賽區第12週嘅 U17賽事，呢場比賽今日嘅最後一場㗎啦。第3節就已經開始咗㗎啦，哇！係一開波又有埋門嘅鏡頭，咁見到呢一邊咧就係太寬實就係換咗邊，而家喺現場嘅左攻右睇緊電視嘅咧就係右攻左。大棍打上前場，咦冇威城啊，自己追到波啊，天青交出嚟起手射波啊，困到棍個波彈到龍門後邊啊！台風隊射波就夠嘅唔問氣啊，再嚟一個遠射，97個天青，咁呢下波就粒波嚟嘅粒射埋嚟，咁都射得好有技巧嘅，守門員咧都係順利將個波擋翻出嚟嘅。
呢邊仲有機會埋門。哇！喺第三節開波呢1分鐘，完全咧就係呢個颱風隊嘅攻勢啊！去到呢一邊，守門員又擋翻，颱風隊攞翻自己嘅 rebound，再次傳中碰到棍。呢邊嘅 CSA 能唔能夠攞到出嚟？唔得啊！鏡院將個波係夾翻埋嚟龍門後邊嘅位置，去到龍門後邊添清呢度咧就現場嘅10個球員都攰㗎啦，陣間咧交完波咧就應該要全部一齊換人。仍然係颱風隊喺前場，棍咧就鏟一棍咧就打埋對面嘅球員嗰處。呢個 Wilson 嚟嘅 Wilson 咧，我哋以往都見過嘅，就係嚟到呢啲即係肉緊啲嘅鏡頭咧，有陣時真係按耐唔住嘅，咁但係真係要小心啊！即係呢啲少少嘅動作咧，好有可能就會俾人判犯規啊！咁我知道就有情緒嘅，我知道明白嘅，咁但係咧為咗球隊嘅整體利益咧，任何犯規動作都係唔好嘅。呢邊CSA終於都係清咗個波出嚟啦，應該力水就冇乜㗎啦，因為咧就要換人先啱嘅。咁但係都夾硬揼咗個波上嚟，但係呢邊咧颱風隊已經率先係換到人㗎啦，呢邊咧係換到出嚟嘅就91號嘅81號 Kalen 嚟嘅，將個躺埋嚟龍門後邊，一個轉身射門，守門員擋到，龍門前面咧就開始有推撞嘅情況出現，咁但係都係推一推嘅，但係就呢邊嘅19號咧就係 Marcus Moon 嚟嘅。我唔知佢點諗啦，我係佢嘅話，我一推完見到，咦，1、2、3、4、5、6個白色衫嘅喎，咁我都會縮翻轉頭嘅。哎呀，颱風又有一個遠射啊，守門又擋到。嗱，第三節打咗2分幾鐘啦，完全係颱風嘅攻勢嚟嘅。咁啊 CSA 雖然攞到波送上嚟，但係咧都做唔到人哋攻勢。而家咧再反手掹傳出嚟，結果咧都係俾呢個颱風隊攞翻。颱風隊 Marcus Green沿住入圍板送上嚟，呢球唔應該吹艾成㗎。咁啊球邊線員果然係判斷正確，因為藍色3星啊，傳中起手射，守門員擋到，再 rebound， 龍門前面一大堆人問先，球證終於吹停比賽啦。見到颱風隊嘅球員嘅肢體語言咧，我覺得呢球波係入咗嘅。咁我哋當然唔睇慢鏡啦，咁但係我要 update 咗最緊要嘅就係啲觀眾好關心嘅比數，我要分體 update 咗先。咁我哋望一望頭先嘅呢個動作先嚇，慢鏡啊，第2邊先啦。咁我相信個爭議咧就係守門員就覺得我已經係撳實咗個波㗎啦，或者個波已經響我嘅兩腳中間，點解球證你唔推停比賽俾對面中科督入咧？咁啊球證就應該，球證就應該咧就係因為見到個波係冇被吸實，而個波係仲喐緊嘅，咁所以佢又冇吹停到比賽。咁而家球證咧就難為我啦，就突然之間加翻啲時間落去大鐘嗰度，咁我又要幫入嚟啦，加翻啲時間上去，咁點解我有3-1嘅比數？颱風隊咧突然之間咧呢場比賽咧就距離佢哋嘅勝仗咧又近一步啦。咁但係當然咧，首先要追翻和先嚇，落後緊2球仍然。咁但係就如果第3節嘅開段呢4分鐘係可以作為一個指標嘅話咧，呢一場比賽颱風隊咧真係勝算咧都唔細啊！咁啊，我哋頭先講緊嘅呢3分半4分鐘咧。基本上 CSA 係完全係冇還擊嘅力嘅。呢邊 CSA 諗住咧又有機會可以左邊入個入切，但係咧就出現越位嘅情況。嗱，呢啲咧都係泄氣嘅一啲情況嚟嘅。咁所以現時無論係天時地利人和3樣嘢咧，都係對颱風隊係有利。颱風你而家擺出你就 Wilson 通咧就打上嚟打前鋒，咁 Wilson 都真係要小心啊！埋即係冇波咧都要撞一撞對方呢啲慣咗手勢咧，嚟到啲關鍵時候咧就成日會唔覺意輸車冇條嘅。咁千祈唔好忘記自己賭咧就落後緊2球啊！任何嘅着數都要咧係掌握得到。Wilson 前場好靚嘅攞波，一個轉身，但係交翻過嚟咧。接嘅球員咧，就個波嘅力度可能太大啦，咁啊啱個波一跳咧就跳過咗藍線，好彩咧就係自己嘅隊友啊，應該就9號 Luka Lee 嚟嘅 Luka 咧轉身轉得快，咁啊及時咧就撈翻個波翻嚟，如果唔係咧，CSA單波喎呢球。
咁順帶睇一睇啦，如果真係睇緊電視、睇緊電腦、睇緊手機嘅你，撳下嗰啲咩鐘啊、嗰啲訂閱啊、嗰啲掣啦，撳下佢啱嘅啦。唔係手指公向下嗰唔好掟，就唔好撳。撳手指公向上嗰個讚就得嘅啦。咁我哋都冇着數，即係你撳完我哋覺得喂，咦有人睇嘅喎，咁我哋嚟緊可能下年咧又或者會有即係有機會再嚟。咁而家我哋總之就見到香港颱風係做緊呢個 CSA 你真係夾硬要叫做挑戰者體育協會 Challenger Sports Association， 成日都講 CSA 唔講全名，我有啲對唔住佢哋。呢邊咧就颱風隊又有機會有會射通又係佢啊！咁喺呢個 spot 位頂咧就係射咗個快射啊！即係我自己作出嚟嘅，咁就有一個quick shot， 咁守門員咧就擋到出嚟，咁翻嚟攞波嘅咧，咁就係呢個呢嚟嘅，咁俾定撳住咗呢邊 Yan Yun 就攞到波，出個波出到嚟藍線嘅 Yan Yun再上中波打翻到嚟中場咧，就俾 CSA 撳翻埋嚟啦。CSA 中場有88號嘅呢 Rocky 頭先喺度大位走緊位啦，咁啊龍門前面冇人喎，一個射波，哇！點搞啊？呢邊真係〜一個射高波射埋嚟，守門員一舉起手，即刻將個波咧就撈翻落嚟，幾靚先得嗰啲真係。見你3-1嘅比數啊，8分20秒鐘左右嘅呢場比賽我都唔捨得佢完啊！颱風隊第3節完全係處於上風。CSA 咧都係有一個近磅嘅射門咧喺底線傳出嚟，傳中咧就係俾呢個22號嘅Ian Tong 咁啊輕輕一篤，守門都擋到嘅。呢邊颱風越位啦呢球。第3節打咗都將近一半㗎啦，佢完全係颱風嘅上風波。咁加上就我自己個人預料嘅推測同埋估計 ，CSA 係要客氣啲嘅，有陣時啲嘢。CSA 可能嚟到呢個時候，體能上面都可能有機會，或者呢邊有啲下降。好小心講嘢呢個世界真係，可能下降，或者憑住我嘅觀察，咁就覺得可能睇到有啲下降。咁變咗咧就即係。人強馬壯、人多勢眾嘅呢個颱風隊咧，自然咧係會喺第3節嘅比賽咧係攞到上風。咁但係都係咁講，時間咧就開始會成為呢個颱風隊最大嘅敵人啦。即係剩翻最後7分鐘要追2球先至咧係有得玩落去啊！颱風隊橫傳傳得好靚㗎，咁俾 Wilson 諗住係輕一剔上去前場啊！咁 Wilson 都係將佢哋球放埋板邊啊！我都提咗你2-3次啊，不過我聽唔到講嘢冇辦法。呢邊 CSA 傳中交上嚟，左路有機會啦，咁啊將波撩到上嚟前面，呢邊一路打長仔號嘅 Gasper 落到底線嗰頭嘅位置，咁俾對面夾翻去呢個 CSA 右邊嘅 Yan Yun 將波夾上嚟，有機會2個打1個嘅情況，咁回防都快嘅就係 A 將波落到前面啦，第1球，第2球有啊！方面講咁多嘢，後邊嗰啲歡呼聲太勁啦！呢一度見到颱風隊橫傳過嚟，第一下射守門已經擋到啦，點知後邊仲有一個啊！你防唔到佢，佢射個位都係好辣好殺食㗎，真係射個掛網波，咁你邊有得搞啫？3-2。咁啊，剩翻最後5分零鐘嘅時間咧，突然之間颱風隊咧呢一場比賽咧翻晒嚟啦。咁而即係風水佬就真係呃你10年8年。即係而家我哋睇緊呢場波咧，我講波真係唔呃你。即係所有嘢都係對颱風有利。而家咧就係呢個 CSA 有球員嘅離場啦。咁啊點解咧？我真係完全睇唔到啊！對唔住，我完全係仲沉醉喺頭先颱風入波。我喺黑嗰個 moment 嗰度，咁總之而家我見到喺我右手邊咧，就係對面呢個 CSA 3號 Jasper 咧就被人罰咗坐2分鐘波監。咁颱風隊第3節本來已經上風嘅，多一個遠射，咁啊射遠處，
角度都攞到刁轉眼，咪刁轉咗啲咁多，啱啱就射橫咗。呢邊再傳中，龍門前邊贏完攞到波，多兜過去龍門後邊先橫傳，咁啊打多一個人嘅就係颱風隊啊，5個打4個。CSA 嘅防守都係一個4方面做得，暫時見到係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咁又冇話突然之間全部球員湧埋一齊啦，又冇就走甩人。而家颱風嘅人多嘅優勢都好明顯，但係呢邊 CSA 咧喺右路攞到波㗎，自己一路拖個波上嚟，中間有隊友，哇喺過埋龍門擋到，波去咗邊度啊？彈咗出嚟，哇！呢個波咧真係要讚守門員啦。呢邊欣攞到波，大斜線交過嚟，有冇越位啊？球守門邊前話冇越位 ，Wilson 幫手咧就係拖延時間，再傳中，守門員有冇波冇啊？比賽仍然繼續，剩翻4分鐘嘅時間，守門員基夫咧出嚟係出營啊，波咧省到對面唔緊要啊，自己又攞翻，贏完攞到波，橫傳過嚟，將波過咗藍線先，然之後再交翻去後邊。一路將個波越推越近，越推越近啦！呢邊有添青啊，將個波兜到去龍門後邊，回翻過嚟俾阿 Wilson 揾右邊有 Kaden 唔交，自己再近啲，再一個起手射波，龍門旁邊攞到 rebound 啦，再交過嚟右手邊，第3節或者呢場比賽得翻3分半鐘左右嘅時間嘅啫，呢一個 part 仲剩翻20秒鐘左右。颱風隊響前場一輪嘅攻勢，一路都係撳住 CSA 㗎啦，但係要小心咧，就係呢個 CSA 嘅呢個 penalty 完咗結束嘅時候咧，要有人睇住咧，就對面球員出翻嚟先得喎。贏完喺龍門底線攞到波㗎啦，圍住龍門口好似一堆鯊魚咁樣啊，轉啊，交咗，哎呀，天窗啊，喺藍線自己咧就揦路波，呢邊 CSA 喺龍門後邊踢高咗個波，喺藍線後邊踢高咗，偷到個波翻嚟，好彩啊 Tim 咧就自己回防得快。咁而呢個 CSA 嘅 penalty 已經結束咗啦，一個長傳交到俾 Wilson 將波攞到上去前場，剩翻3分鐘唔夠2分48秒時間，橫傳過嚟龍門中間 ，Taylor 咧就將波截停咗，仲瞓低身咧就係撳停咗個波，報換嚟嘅就係現場觀眾嘅掌聲。咁而家咧就係 CSA 咧就係叫暫停。CSA 會喺呢啲時候叫暫停，就應該明顯地就係俾自己嘅 top line 就要唞唞㗎啦。咁亦睇佢哋嘅呢個肢體動作，你應該都意識到，即係當打完佢哋呢個年紀嘅後生，原來都係會攰嘅。我50歲呢個叔叔我都冇咁難受嘅。咁啊 CSA 就一球在手，咁比賽大鐘咧我就唔記得停嘅。撳翻先嚇，2分35秒，大家都好緊張，我都要做我嘅本分。咁啊2分35秒咧，時間咧就唔係少嘅。咁就第3節真係我睇成季，即係睇到大半季啦。颱風隊，我覺得今場比賽呢一節第3節波咧，成季打得最好就呢一節啦。我冇印象見過其他嘅場次咧，颱風隊有比今日更加好嘅表現。就係好全面嘅表現嚟嘅龍門，上至前鋒到後衞到龍門咧都係要讚嘅，就並唔係我身邊後邊，因為全部好多都係颱風家族，我先讚佢，唔係咁嘅一回事嚟嘅。如果呢個 CSA 即係打完我都係會讚佢哋，做得好就要讚㗎啦。好啦，咁我哋第3節或者比賽咧剩翻2分零鐘嘅啫，就需要注意嘅颱風仲有一次暫停可以叫嘅，剛啱暫停係 CSA 英淵攞到波，咁啊將個波交過嚟，呢個唔係英淵嚟嘅，我睇錯咗啊。呢邊颱風隊響右路，將個擁到上嚟 Kaden 嚟嘅 ，Kaden 喺路一個轉身交過嚟，交到棍再送上嚟中間 spot 位冇人接應啊！呢邊呢波球頭想過一邊，哇喺守門員出埋嚟，將個波係打翻出嚟，響呢個龍門前面，將個喺呢個藍線前面，波咧就係彈翻出嚟，剩翻最後2分鐘嘅時間㗎啦。CSA 喺龍門自己龍門前面攞到波，向橫傳中 ，Kaden 攔截咗個波，將個波送到上嚟前場，自己隊友一個都冇，因為大家都換緊人啦。Kaden 好醒目，一個轉身交俾 Wilson， 射埋嚟，碰到運，俾對面咧係大棍打翻出嚟，帶出唔到中場喎。呢邊見到咧就係 Wilson， 將個波咧就係送翻上嚟 ，Wilson 咧就真係好似大白鯊咁啊，喺前面遊下，一路都喺度揾緊機會，但係機會咧就有啊，但係時間唔係好足夠，得分半鐘嘅啫。呢邊叫 CSA 攞到波 ，Nate Block 過咗藍線。前面一大堆藍色，喂唔好啦，嘥下時間算啦，將我兜翻後面先，大棍再打上嚟，好明顯啦，見到 CSA 教練嘅落咗 order 咧就係消耗時間啦，唔好同對面硬碰硬。
咁呢個都好難得啊，因為咧就呢啲年紀咧好多時都唔係啦，我要幫緊啦，我要入波，但係唔係 CSA 見到係要贏波，咁所以咧就決定咧係要消耗少時間。依家終於揾到喺右路入切啦，中間有人交嘅，結果咧 Keith Wu 咧就係瞓身係攔截咗個波，咁我而家先發現我大鐘係冇撳到嘅，搞翻好個時間先。咁而呢個時候咧，亦都咧係呢個颱風隊咧係叫咗暫停。3-2係現時嘅比數啊，最後剩翻1分鐘多啲嘅啫。咁就需要留意嘅就係颱風嘅守門員幾時會調離冰面啦。但係應該 face-off 會響翻颱風嗰邊開始嘅。咁所以一開始都係會誤打誤突，幾時係攞到控球，幾時會換走呢個守門員？守門員溜冰嘅速度可以有幾快呢？陣間大家可以見識一下啦。咁但係前提呢，就係要颱風攞到控球先啦，攞唔到控球呢，真係冇乜辦法㗎。呢個暫停就完啦，兩邊嘅暫停都用晒，咁而教練要講嘅都講晒啦。咁其實嚟到呢個地步都冇乜特別嘅要安排㗎啦。咁睇下呢就 CSA 捱唔捱到最後呢1分鐘。我就冇諗過咧，就成季比賽 CSA 我要用捱呢個字嚟形容佢哋，咁但係就即係你唔好忘記頭先啱啱打完一場，佢哋嘅 bench 咧人數又唔係真係太多，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佢哋嘅困難嚟嘅，咁能夠克服到呢啲而可以咧係打咗一場好睇嘅波咧，亦都係真係唔容易。咁但係而家控球咧喺呢個 face 分上面嘅，颱風隊得翻5萬秒去追啦，將個波出到嚟中間啦，3個打2個嘅機會，守門員離開咗冰面啦，6個打5個，一個攔傳 miss 晒 ，CSA 攞到波，出唔到出嚟中間喎，恩淵攞到波，仍然係恩淵將我送出嚟前面，哎呀，起手射波之際咧就俾對面嘅球員啊就係打走咗，呢邊 CSA 攞到波啦，2個打0個，空門啊，要唔要射得入啊？射入啊！CSA 射入空門，4-2。剩翻最後20秒，賽事嘅結果都定咗㗎啦。咁呢時候颱風咧就見到9號7號先聽咧就離開咗冰面，咁嘅原因就不詳。咁啊，唯一可能嘅就係受傷啦，我都諗唔到其他原因啦。咁但係就颱風隊就算呢場比賽輸咧，都係雖敗猶榮嘅，但係咧就都係嗰句啦，即係各位球員嘅情緒咧，就好好地掌控，真係我唔呃你嘅，你係會睇到將會發生呢啲情況嘅。咁而現場嘅球證亦都係好識做嘅，經驗好夠啊，即刻馬上咧就係制止咗呢啲事情嘅發生。所以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唔係會剩翻最後呢10秒鐘呢啲，而家佢咧唔係㗎，即係你球證唔俾大家知道，球證係注意到呢啲事嘅時候咧，俾呢啲即係其他球員覺得球證你唔推喎，佢點嚟啦？咁件事係會越嚟越差嘅。咁就所以就算你話多翻10秒鐘都好啦，其實就呢啲係必須要有嘅動作嚟嘅。咁就呢場比賽頭先講咧，就雖然颱風呢場比賽都係要輸咁，但係就我自己覺得就絕對係好好睇一場波啦。絕對唔係咧係唔係好大嘅事嚟啦，係好好睇嘅波。咁即係大家可能睇唔到聽唔到，就係我睇到嘅，後邊啲觀眾嗰啲掌聲咧係真係堅嘅。堅嘅，咁結果咧就 CSA 最後咧就4-2啊，我就真係可以話險勝啦呢一場波。咁險勝咧就係呢個嘅香港颱風隊嘅，咁就4-2係最後嘅比數。咁而我哋要睇一睇就係今個星期3隊比賽都結束晒㗎啦。咁下星期咧我哋就將會有另外3場比賽。咁到時咧就係應該就係邊隊休息咧？應該就係科克梅休息嘅。咁就Greater Bay Lions會打2場，一頭2場嘅比賽。咁第一場嘅8點45分就要對颱風嘅，第二場咧就係9點50分先啱啊！就會對呢個空包 Kings。咁而尾場咧就係10點55分
咧就係 CSA 啊，將會對住高級嘅。咁啊記得啦，下星期嘅3月15號嘅比賽，星期六晚喺呢一度，當然大家可以睇電視啦，喺 YouTube 啦，或者咧係可以嚟到我哋現場，係完全咧係唔收費嘅，歡迎咧係大家嚟到我哋呢一度咧係參與我哋呢一件咁開心嘅冰球盛事啦。今日呢場比賽亦都結束啦，我係子國，今日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